其他消息，立法會議員何俊仁喺財政預算案宣讀期間，喺議事廳入面瀏覽女模特兒嘅泳衣同埋內衣相，佢事後向公眾道歉。以全年開支計算，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宣讀財政預算案，大約用咗個半鐘。期間，民主黨嘅何俊仁俾傳媒影到喺座位瀏覽多張女模特兒嘅泳衣照，佢之後公開道歉。我已經係正話已經公開道歉咗。我覺得議員係應該喺開會嘅時候呢，係全副精神去到做議會裏邊當時嘅事務同埋有關嘅工作，就攬住任何其他嘅嘢呢，都係唔應該嘅。咁我覺得引以為戒，即係我自己以後係唔應該再犯咁嘅錯誤，亦都呼籲大家同事呢，都係要做好自己嘅工作。當時都係隨意啱啱睇到，即係咁做嘅啫，就係冇咩特別嘅原因。總之呢件事係唔應該㗎啦。民主黨主席劉慧卿對何俊仁嘅做法感到遺憾。我就梗係絕對唔認同呢啲做法。咁我哋都會話，我哋所有嘅黨員有公職嘅都唔應該咁做呢啲嘢啦。大家應該認真去履行佢嘅職務啊嘛。咁所以何俊仁亦都好同意嘅。總言之就個個唔好做啦。即係何俊仁做咗我都遺憾。佢希望所有民主黨議員都唔好再犯呢一種錯。無線電視記者劉子欣報導。國家主席習近平尋日除咗到北京嘅胡同考察，亦都參觀咗當地食水廠同埋博物館，特別關心到地溝油問題。